叉燒包風雲。叉燒包啊，熱辣辣新鮮出爐，呢句經典嘅叫賣聲，對於響屋村大嘅80後嚟講，簡直係童年 BGM 嚟㗎。老友記今日等我呢個喺點心樓打滾30幾年嘅老行，專帶大家穿越時空。由深水埗嘅鐵皮茶檔講到半島酒店嘅龍鳳廳，有阿爺嗰代嘅柴火蒸籠講到而家嘅分子料理叉燒包，同你拆解呢粒會笑嘅包點背後嘅前世今生。第一章，叉燒包的前世今生，從走難扁擔到升級茶樓。話說上世紀30年代，廣州成班點心師傅走難落嚟香港，其中就帶住嗰啲用剩飯剩餸整嘅叉燒饅頭。嗰陣時九龍城寨附近，周時見啲師傅擔住個炭爐，鐵皮蒸籠頂住晒煙，街邊2毫子一個包，仲要偷偷摸摸避開差佬，因為嗰陣時街邊熟食要攞牌㗎。阿權記第2代傳人權叔同我講過古，我老豆嗰陣用柴火蒸包，成日俾人話陣煙親隔屋。有次差佬嚟拉人，佢孭住成籠叉燒包由南昌街跑到荔枝角，返到屋企仲要話呢轉檔練氣功。呢啲古仔而家後生仔諗都諗唔到啦。戰後香港經濟起飛，叉燒包先至正式入室登堂。陸羽茶室嘅老師傅發明咗3舌收口法，將傳統開口笑改成菊花形，話要包住福氣。呢個改動不得了，即刻成為上流社會飲茶必點，連張愛玲嚟香港都要特登去陸羽影張叉燒包相。第2章，叉燒包點樣先叫正宗？老行專教你分真㗎。後生仔成日話去網紅店打卡，食啲乜鬼流心芝士叉燒包。我同你講，正宗叉燒包有3大金標準。第一，個包要識笑，正宗嘅爆口要似阿婆皺紋咁自然裂開，唔係用刀界出嚟嘅。呢個關鍵在於麵種嘅培養。以前老師傅會留舊麵團做面頭，好似養寵物咁每日麵粉，而家用速發酵模，咪同即食麵同手打麵比啦。第二，叉燒要半肥瘦。元朗黃老太話齋，而家後生師傅驚死啲客嫌肥，淨係用梅頭叉燒。正宗係要3層樓，麵肥膏瘦底，蒸完啲豬油滲落包底，先至有嗰陣罪惡嘅香氣。第三，芡汁要識跳舞，老式叉燒芡用大地魚粉、鴨湯調味，而家求其用蠔油溝生粉。真正嘅靚芡應該係掛漿唔滴，入口即流，用筷子篤落去會好似熔岩咁慢慢湧出嚟㗎。第3章，消失中的古法技藝，柴火蒸籠的魔法。後生仔知唔知？80年代前嘅茶樓廚房，成日見師傅打籠，即係用長鐵鈎將10幾層竹蒸籠疊成寶塔咁。呢個功夫而家幾乎失傳，因為柴火控制，要用荔枝木先有果香，仲要睇住火爐唔俾爆。堅叔話個爐口似老虎口，夏天成50度，後生仔做2日就腳震。竹籠保養，新籠要用鴨油浸足7日，每次用完要陰鉗。而家用不鏽鋼蒸櫃，啲包底硬係冇嗰陣竹香。仲有個絕技叫聽聲辨包，老師傅憑蒸汽聲就知道包熟未。話說當年得月流嘅盲眼福伯，淨係用手指摸籠邊就知火候，仲準過溫度計。第4章，街頭巷尾傳奇，那些年我們追過的叉燒包。講到民間智慧，不能不提1學生恩物孖寶套餐。70年代深水埗茶檔發明叉燒包配維他奶，3毫子有找。阿婆仲會用報紙包住個包，俾你邊行邊食，包底啲芡汁滲落報紙，啲細路會舔埋啲字幕。2打工仔救星鬼馬餐包。觀塘工廠區有黨發記，將叉燒包整成熱狗咁長條形，方便工人邊開機邊食。仲有阿姐諗到用煉奶蘸包，話甜鹹夾雜先夠 power。3夜蒲必食醉拳包。以前旺角夜場收工，
必去油麻地新興食凌晨叉燒包，師傅落少少玫瑰露酒入鹹，話可以解酒，搞到班後生食完再去劈過。第5章老字號茶樓巡禮由市井到殿堂。1. 西環蓮香居，呢度仲保留住推車仔叫賣，阿姐會用廣東話、潮州話、英文輪住叫叉燒包。叉燒包最正係嗰啲阿婆專用位，朝朝6點就有班婆婆帶住保溫壺嚟等頭龍。2. 上環生記，呢度嘅古法叉燒包仲用緊豬網油墊底，蒸出嚟個包底有層脆膜。老闆成日話而家後生嫌肥膩，唔知呢層油先係精華所在。3. 半島酒店加侖樓，呢度嘅金箔叉燒包個芡汁用黑毛豬火腿熬足8粒鐘，包皮仲要掃3層蛋漿。不過老實講，要食風味，我寧願去深水埗街市揾阿鳳啫。第6章新派叉燒包圖當傳統遇上創意。健康版，有記茶樓推出紅藜麥叉燒包，用雞胸肉扮叉燒。阿伯試完話健康係健康，但冇咗嗰陣罪惡感，仲似食緊減肥餐。打卡版 IG 熱門嘅彩虹叉燒包，用蔬菜汁整成7色包皮，後生女話個包未食先擺 post 15分鐘，凍咗都唔緊要啦。分子料理版，某米芝蓮餐廳推出叉燒包雪糕，將芡汁變成爆珠，老師傅搖頭，個包唔熱氣，仲叫咩叉燒包？第7章叉燒包生存戰，消失中的行業智慧。而家想做個正宗叉燒包難過登天。麵粉危機，加拿大麵粉冇咗麥香，老師傅話要用澳洲麵粉溝越南粉。豬肉困局，內地冰鮮豬冇活肉感，有茶樓偷偷用西班牙黑毛豬。後繼無人，後生寧願做 YouTuber 都唔肯凌晨3點返工搓麵粉。仲記得10年前包王爭霸戰，8位老師傅用炭火蒸籠對決，裁判話要睇包底有冇淚痕，即係蒸汽水滴落形成嘅紋路。結果冠軍係位70歲嘅順德婆，佢話秘訣係蒸籠要留條罅等啲冤氣散。第8章阿媽的廚房秘密，屋企整叉燒包攻略。想喺屋企整出茶樓風味，記住呢3招：偷雞發酵法，用啤酒代替部分水搓粉；天然酵母會令包皮更鬆軟，不過千祈唔好落青島，會苦㗎。窮人叉燒秘方，用五花腩加叉燒醬，腐乳醃過夜，放入氣炸鍋前掃層蜜糖，效果拍得住酒樓。蒸籠替代品，用蒸鍋時墊塊蕉葉或者粽葉，包底自然有清香。冇葉，用咖啡爐子都得，不過會有陣辦公室味道。第9章叉燒包冷知識大放送。70年代有套電影叫《叉燒包奇案》，搞到全港叉燒包滯銷3個月。太空人楊利偉訪港時，竟然打包咗陸羽茶室嘅叉燒包上機。英國有間唐人街茶樓專賣英式叉燒包，鹹料居然用 baked beans。日本宅男發明叉燒包暖暖包，話可以懷舊與保暖兼得。第10章一籠叉燒包，看盡香港精神。最後同大家分享個故事。2003年沙士期間，中環有間老茶樓堅持照常賣叉燒包。老闆話香港人咁多年乜風浪未見過，有得食就要笑住食。結果嗰籠爆口叉燒包成為咗好多人的精神記。所以話叉燒包唔單止係味覺享受，更係香港人的集體記憶。無論係阿婆晨運後嘅獎勵，Ola 的 comfort food， 定係移民海外遊子的鄉愁，呢嚿白茫茫嘅包點承載住我哋幾代人的笑與淚。下次當你撕開個叉燒包，見到嗰陣蒸氣湧出嚟嘅時候，不妨諗下呢啲唔單止係水蒸氣，係無數老師傅嘅汗水，係香港飲食文化嘅精華，更係我哋引以為傲嘅獅子山精神。想像微波爐聲，唔好意思，我個懷舊叉燒包叮好咗，要趕住送俾隔離頭個陳伯。佢話而家啲新式包店開到成行成市，
但係點都揾唔返60年代喺吊頸嶺食嘅嗰陣柴火香。話時話，你知唔知點解傳統叉燒包要趁熱食？後生仔，坐低飲啖茶，等我同你慢慢拆解呢個叉燒包凍咗之謎。肥師傅拎住個隔夜叉燒包，用火鉗夾住喺炭爐上慢慢轉，包皮逐漸泛起金黃斑點，鎮豬油香又翻生咁湧出嚟。第11章，凍叉燒包生死錄，論豬油的72變。1. 豬油變雪條。嗱，正宗叉燒包凍咗，第一時間會見到包底凝住啲透明啫喱，呢啲就係傳說中嘅豬油封印。深水埗明哥茶檔有個笑話，冬天買剩嘅叉燒包擺出街當雪條賣，啲細路真係拎去舔㗎。但係呢啲凝固嘅豬油會令包皮變得似隔夜鹹煎餅咁韌皺皺。阿婆話咬落去牙肉打交，假牙都飛脫。2. 芡汁變漿糊。熱辣辣時識跳舞嘅芡汁，凍咗就會施展木乃伊大法。陸羽茶室老師傅示範過，拎住個隔夜包倒轉都唔跌喊。以前啲伙計偷懶唔使碟，就係靠凍芡汁黐實個包。不過元朗黃老太話呢啲凍芡仲有用。戰後物資短缺，我阿媽會割落嚟當發計膠用，話勝在天然喎。3. 肉香變聲酥。新鮮叉燒嗰陣荔枝木香，凍咗就會還原基本步豬肉聲。灣仔彈島老闆爆料，有條鬼佬食客投訴叉燒包有怪味，原來佢將個包雪足3日，啲豬油氧化咗，腥過街市豬肉榮。所以茶樓有個不成文規矩，叉燒包唔准打包。4. 包皮變鐵甲。傳說中嘅會笑嘅包皮，凍咗就會變成冷笑嘅包皮。老師傅話正宗爆口紋理會逆轉，熱脹冷縮搞到裂紋夾埋，個包會皺埋一嚿似阿婆面珠墩。更有茶客形容凍包皮口感，外皮搭落似擦膠，內裏硬過阿婆嘅陳年月餅。第12章，民間智慧大爆發，凍包翻生秘技全集。1. 炭火重生術。觀塘長記老闆示範古法翻熱，先撕開包皮，讓豬油接觸炭火，再像烤棉花糖般慢慢轉動，個包會先流油後起焦，食落有邊叉燒嘅風味。不過試過有伙計太投入，燒住成個包變火球，街坊笑稱係火焰叉燒包表演。2. 鑊氣變身法。深水埗陳師奶教路，凍包切片蘸蛋漿，用豬油煎香，兩面外脆內軟，似法式多士，仲可以灑砂糖食。更有人發明叉燒包西多士，將凍包壓扁夾花生醬，成為茶餐廳隱藏菜單。3. 蒸籠輪迴大法。上環老茶樓有招絕活，將凍包放回蒸籠時，要墊塊浸過玫瑰露酒的紗布，酒氣會喚醒沉睡嘅豬油，仲會帶出淡淡花香。不過試過有師傅落重手，蒸出嚟成陣酒味。阿伯食完面紅紅話：呢啲係醉包定醒酒包啊？4. 微波爐邪道。後生仔最愛叮包術，但實戰危機四伏。包皮會局部火山爆發，芡汁噴到成個微波爐似按現場。有人貪快叮3分鐘，結果叉燒變炭燒，觸發火警鐘。主婦發明濕紙巾包住叮絕招，話可以保持鬆軟。第13章，凍包文化考，那些被遺忘的江湖規矩。1. 茶樓不成文禁忌。晨早第一籠包唔准留到午市，意頭不好，收檔前要將買剩包打散俾流浪狗食，積陰德。伙計偷食凍包要背對客人，叫做食暗包。2. 街市暗語大全，有尾包等於隔夜包，尾音同縮。金魚包等於被茶水浸過的凍包，鬼掩眼等於將凍包運入新籠出貨。3. 移民血淚史。80年代移民潮，有人將叉燒包真空帶去溫哥華，點知解凍後個包塌成薄餅，阿婆喊住話連個包都水土不服。後來唐人街發明叉燒包復活儀式，拆碎包皮餡料煮粥，叫做包容天下。
第14章凍包哲學，從食物看人生。後生仔，你睇個凍叉燒包幾似人生？油麻地廟街的算命陳，一邊用凍包煎白，一邊吐出煙圈，爆口合埋，提醒人鋒芒唔好太露。豬油凝固，象徵熱情冷卻後要守住本心。翻熱爆喊，比喻人到中年東山再起。仲有個阿伯喺公園用凍包教孫，做人要學叉燒包，熱嘅時候要識笑，凍嘅時候要企硬。呢啲街頭智慧，教科書邊度學得到？炭爐突然啪一聲，肥師傅拎起翻熱好的叉燒包拿，而家個包又識少翻啦。記住啊，叉燒包同人生一樣，凍咗唔緊要，最緊要識得翻滾。2. 辣。